個個鼻，呢個個鼻啊！哎呀，我壓你隻手。舊車喎，舊款啊呢個，搭部車。但係翻新咗嘅。到了正中午的時候，但係點解感覺咁涼爽嘅？一個站。哥哥，你站講啦，哥哥你再講啦，講啦，講啦。有冇魷魚食？講你冇用手指啦。有冇魷魚食？但影相未俾我睇啊！我影相俾阿優睇，我話上嚟食個飯，我同阿都係做咩？我話正啊！你啱同阿姨講。跟住之後我話其實幾個都未翻學，呢個唔一定係真。應該哎，吃飯來吃其他的即係影相。咁又最好係，為食啊！最好都係相信耶穌對我哋嘅愛。煮嘢食啊，都係你食一祈禱文神。咩啊？祈禱文神可以食神。會，一定會，一定有。佢問我幾錢？我知道，有啲平時食蒸氣飯，食唔食得晒啲飯？好奇怪嘅要求呢個。係淨係蒸氣火鍋啫嘛。 3、2、1，食得晒，不准浪費食物。蒸氣自助餐，你知唔知有咩成蒸包？我先做飯咗。多個先。點心都有個。